听听上篇台词老年夫第四位故居，由张继林、张继国演唱。今朝张夫人大概大行最知府衙门来绑对一门亲，你只要说明我衙上真用，现在夫人呢已经成年之立是儿子，而且一门亲是刚刚不定领功郎是张勇，那夫人是高你放心。嘿，倒是一到此里，一门亲的张夫人讲说领功郎我要努力大兵征东，向努力攻击命令，将来的功名让我身上报谢。不过夫人听我一门亲这两句说，夫人下了老师，我今朝举人回头接人，你面孔越来越热热，因为晓得你是来做真用，你只要面孔一摆，接人硬伤身体也要伤得了说起来儿子是真用，怎么哪能发现？现在到一时头老蛮难回头，这说回头么难？答应有危险，啥个危险？那么真的叫羊落虎口。几人是何言动人，四肢各伤各负各罪各有，才让做。那你想我跟鳌山一日到要等了几人个打，就好危险的嘛。不过闲话说出来，危险不是危险，只要我鳌山能够一切举止言动自家当心，善恶留心，不要露一点点魔障，不要紧。也有啥个好处呢？本来几人做子女子大道不正那几人对么啦做真用做真贵，为理不足。第二个好处呢，因为现在几人当道，你说本我的大约是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，一门亲都到兵都大道，而且你是为当上个礼部提官，总以一句说当让个被道官龙府，谁是你当的都手？你要提拔我马上做官就好给当，只要皇帝们的说一句话，那么这个叫一日反战。既什么叫总量也比当，要提拔的人也比当。所以现在夫人注定面对给鳌山口口，一年如鳌山，你能够把一种几女子达到经历起，将来得上功名，一朝当然能够有之地位了，你报复杀父之罪。所以夫人有意带子鳌山问一句：儿是母亲，易大人若是将儿带进京都，提拔你功成名就，这个机会莫失真用想那么事体讲，对举娘妈妈呢不来了为何？我总归推脱一个，当然门户相吵，配不上第二要娘做主，娘不得了我无法做主，那么我这个屋里推脱了叫回头。那么现在的举娘来自啦，这上去的难讲，那来当面难讲你。现在听见举娘他自家了讲，这个机会都是好机会。真用心里想做你的跟你多起，我自家晓得，到底的好噶。市面里在浪做，我哪还跟你去？
一个不当心弄出把性命难得，小事体，小娘的有谁难弄法子呢？所以心里想了说句，那个闲话是讲的，只好往那舅娘身上推。此事嘛，这样娘亲做主呀。张夫人对外甥看看，我做之事，得来到底靠体干。你现在什么事是娘打儿子？你到底我是你舅母，你是我外甥，这个只要你做呀。说你现在牛往我身上一抬，要我做主，但是看外甥面孔上的表情一点点没少上。那么夫人做你的大概我外甥还懂得这点意思。好呀，是你要为娘做主吗？喏，为娘想立刻过来，开口相称，叫一声继母，喏，是跟随大人动万心经，是为娘抛下一桩心事啊！真用对舅娘看看，晓得是天龙江，因为当门的那位对你，本人告诉起来，总归是好心，第把那个儿子不里做官啊，不是不里吃苦头啊，那个我们来讲。现在看舅娘家自家了讲，那么既然这样的让我做主的，来过来吧，改口相称。真用俺没得办法的，现在干那个上面上讲了，要紧打上来，正等一阵李大人，张夫人，方才我与也因缘得了，请大人上容，与一夫人同坐。来，让我为当面改口。一门亲对，而且你多娘打儿子讲闲话，你在那边了，听得清清爽爽。现在听小女儿答应，张夫人马上叫你要见礼，你像一门亲就好对了，所以身体守定，叫三位夫人一起并把守好。那么张夫人过来，来，叫个继母上去请。是没办法，这后他上来，继母在上，继儿开头啵，继儿少礼请起。都是继母大人。早日大夫人，昔日夫人为杨日三朝的，这三张面孔，三像口开沐浴的家，这张纸明然明不容，啥事情才是年近88分做些个哑娘，今朝第一日做哑做娘，你可开心的哪一年？继儿少礼请起。都提起嘛。夫人过来，继儿请起吧。提起嘛。三太太是不能叫继儿，过来要还敬一个礼啊，叫一声公子不该请起。提起嘛。为啥礼是吧？一样个娘们为少了三太太不能叫继儿。那封建社会里，个大小老母的距离就距离那个地，而且还有桩事体要起杀。小老母说养子儿子能叫大太太叫娘，叫自家的娘只好叫姨母。
就是阿姨了。那么这规矩来叫只是搞个娘叫阿姨嘛，这个药用不着叫药了，要叫上姨夫好了。哎，药得牛要做药，所以呢，封建社会里向谁是个套封建的门。现在三夫人就只有上公子啊，而且还要为一个人。一没成个点点总是也懂的。阿姐哎，是清风张夫人，易大人从今日起，把领公郎张勇弄给所一用。哦，他明白的。张勇给一用，是啦，是宋金梅，你是叫一用啊？郑永祥没办法想问，可以说我告诉你，心里不是有个，老实讲，那个种机人，姚丽娘随时身上来水里的，恨不得马上把水要杀。现在不过没办法想，分手过，可以说办法想你，所以只能够答应。是好，那么叫上一用，张勇给一用，一满城哈哈大笑，不晓得张夫人你表面上看不出，心里到底哪了？到底了让这啥么子顶顶要紧，我打我上机会哦，真这么难搞。我哪说法呢？啊，公民的事情，你从此过来拿，这个要让你熬上心中有数，而且呢，给他不以为情大兵警察，好好就要刻苦用功啊！真多事实，为啥么为公民？那个目的就是为是公民要做不。所以夫人做你的我亲戚们，表面上么是顶重你，实在么闲话当中不得应对不能，而且不能给马上就带来你知道，是把这个高要物质的，首先呢要下一母亲的恩。所以张夫人身体不住了，易大人张夫人，易夫人，不该张夫人，真是我为女的易大人，第把我为能得公平，我真感恩非常。喏，老孙女几句实话，要想在易大人跟前托你照顾我儿啦，请张夫人放心理了。喏，易大人呐，梦醒丈夫我为让你的大的深恩，我用来放，我为你上风之水，张大人叫他用功多分，
无听进去，要见多是什么话？但有我儿功名罪，为娘儿找你迷途一生下永儿啊，想你寂寞，不是你亲生的我，你寂寞生比我亲恩娘。这两句话哦，张夫人寓意怕你多磨皮，来听听。你既要受三姑娘自家的养，既娘当我的娘，一丝一丝一样。好了，没啥分道，但是后头送必要紧。讲的啥？儿啊，你无临终只以你口记得这句，那个要了临死的辰光，但你讲啥话，你还记得？但是夫人说到搿搭了，对昂上了老口，隐隐是昂上，我是个分多娘舅，你多娘舅生病死，我现在了老说个人，你都要临终之前呢，按叮嘱好那个闲话，你记得吧？实在你都要死，不然今人还是杀出来，一分打你子旁上，就是叫你记得。儿啊，我张氏一门相有病，我儿真门将来你永终要走回家之，你无私人挽留也看各位你举止言动心，你要诛心刻苦多分战。杀了夫人还要叮嘱个前头还会经在了海，要用功勤劳，杀了后头还要讲句诛心刻苦的文章，总一句谁为之功名永儿啊，倘若将来功名在杀马翁吧，李兆刚三尺心中挂身吧，你欺负的大恩你不能犯。什么两句话讲大要有力，什么
倘若你功名顺利，对郎大子所望，身让作之宝，那么好的，我对我要搞一你一走步了，将来一定个傍身的，三尺清风挂身旁，你三尺清风的看见，果然都积压的大恩不能忘。你没全行听着了，嘿嘿，到底几人？你听得那么对，好，张夫人各种家教好，哈哈哈！张夫人，你教训得好。哎呀呀，小儿梦听一大人的吧，这今后呢，喏，一切要一大人费心了。张夫人待可放心，我来了，像你这各位夫人教育出来的子女，作为裁判，你听看，今朝个两句闲话，也没曾听得已经蛮满意。等到夫人讲我们，待你再讲。儿啊，母亲，你跟在鸡头进京，为娘家内邻女要事，不能都待过，为娘要去了。孙永生，你想咱们来过？这年的去娘，今朝我跟你分别，不知将来也帮得到头的了。宋师傅跟将来帮得到头的，所幸一打不经龙车把你性命难保，谁还不能够保？你去娘当然不能够帮的，是为闲话就不能够讲，大家心着不息。是，孩儿被别娘亲从心不落来，是了啦，自己身子当心呐。是东西母亲，但是为有一意，为娘要做服于你。是三次我方为一名，要你用功监督，刻苦之心，不要用功勾头哦。你去想跟着他也是，书没有读个，不过身体还要当心，别用功勾头，身体弄垮子难弄法子。那么真用当然有什么了？正娘请吩咐，易大人，易夫人，空要对行之，在不无所事。不，张夫人，下官也要为之监督。既如此，老身卑鄙。张夫人要为之负重，是啊，来啊，吩咐相送送张夫人，送张夫人。一门臣大子三个高小礼拜真用，一道立起来嘛，拿张夫人送出衙门。夫人上轿子，大我的为之于是否，我一言不理。一门臣呐，倒是马上吩咐说杭州府谁当有，但是我的杭州府打兵来绑定一门臣，一门臣加入一打，在杭州府说，那这个人是我儿子，叫易容。兵路公马上上去接他一个礼，问易大人，是你香蜡要准备2月19日到天竺山烧香，今朝是2月13日，那么呢不想他第一天嘛，你一道去烧香。是，一门臣在杭州知府讲，我享用不着事呀。
这说了别说，哎呀，我来个没得求子呀！我现在求子得子，我生就已经得上儿子嘛，我要去求点啥个儿子？是我用不着设想。你马上当我准备外头叫子母，预备好，我要围上过去啊！立刻离行为敬。啊呀，杭州知府享福了。哈哈哈！在兵部口口那个人在菩萨们家勾结吧的，我来设想现在你自己绕在龙绕在这设想的，所以呢，我说我们很不办法。不过听起来一门亲要动身了，杭州府吧，谁当有啊吧？请大人等一等，不能给马上为这马都要预备起来，并分在当。说的要送礼了呀！那是要从何若国家送礼，不是送不来兵部手手的。上头为你送，还有礼部贴过你师外，你师外礼部贴，金马是个锅了，才是礼部俺们放出来的，所以才要小酒。那么一没吃你称个枪师位还好老一点，可是不是光杭州府，你一道道该当的老就是上八府和三府几好官员，不要说上一个铁品只有上对知府四品皇上杀人，一上一个官职落里一个不要送礼，该抢一枚钱，哈一抖动就好捞一票。那么本来呢一枚钱要几毛，但是今朝个皮毛让你自己说的，让你自己自毛让大大口口，并不让世界上得到这大个你自告心有所讲，一声吩咐，当当，怪叫离开那门下过手。真用你记了莫白了，对对你世界家子，可是把开的是我那忙啊，爸爸爸爸，谁对开了五黑的，那么得给他手摸的。手摸的呢，这固定当日与人拉塞，一米为了送。那么规则夫人，他是真用你谁我手，所以了真用你第一个我手，第一单手场里下嘛，不用一口个到手单是来等的，那几像几人脚可觉得来，当然。吉林场里向50句白，真用大武场四面口口。一般龙身下不是后面相送与文武，那真用你必下堂去。为与这位夫人打动相思，在自己看送神是都亲近。美丽转弯大雨，杀鸡看背玲珑下，杀灯把在
空中有，这是厂里向那种宝石石头盒，装潢美丽。因为手浪向这地方当后浪天浪边，各种设计卡被你稍微玲珑一点点的，个温度不来事的，上头为所灯。东起一幅名人画，画的是大水人美的梦啊，是一封对里分手语，落苦头在绿宫山野里深水而饮都得，夏夜里哈风相送更新恩。等到火场一门青年打手的了，等一些些来人家挑白吹高子打我让地手慢慢叫调头，一门青为了手头让围巾后头一批松卡的文武官，一些些功夫手等到调高头，他听见我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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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头都背出来嘛手调好的，一门青的人合唱，等到又唱梅青带儿子带高兴口口面孔上真洋洋，哈哈哈，开心得不得了。怪叫一声好听呀，是手上的男佣人女佣人马上过来接力接动手的，而且高头真叫每人5两银子上，因为动手要真叫第一日起两个佣人也觉着奇怪，哦哟，杭州的天竺山的菩萨石头里说香啊分手儿子已经聚上，大高才弄得西不弄东，但是一枚青等到场中守点嘛，嘿，几人个花头呀说里头，你人啊刚刚在手场里，身体刚刚熟练，杭州外分离开的了，你在手上刚刚抬头嘛，他手里有一个年头，啥个年头嘛，你心里来老想。这个要做没了让做了，不过为只得做上一半，少个一半嘛，你想啊，你上头有一个事例叫鸡药，是吧？我为这个做一个鸡药，中医一句这个鸡药做了让为的不大满意，那么今朝大理要这个鸡是要闹腾，而且要快，趁这些辰光。这倒是经理想着了，既要交关子也是流浪改不走开，所以大人笑嘻嘻，哪讲法呢？不是个小女的叫你一得都得出来，其实有他们呀，鸡婆，来听听看，就是鸡婆，这心里想不大满意，鸡啊。此非你我父子同进京都，要去出乡即当绕水乡你过了，是，是啦，笑吧笑，真用过到听不懂，
手啊浪开着，介绍临时我就提出来，当然定金呢一起去年过来个，意思当中呢来送补了，做谁也排队你送，这个是对个。介绍临时我就讲一声，哎呀，小吴啊小吴，少浪小吴你不懂啊，继父真是最好。那么哪说？一没成带子你，及你子，哎我光标的下去。喏，既然令我3日就为否，但是你过了第8天来，恐怕对你不利呀。真是你也是聪明的。你上头把是一个祭日浪了，不少这个。既然今日提拔起来，老实说，那个祭个不是光是别人讲的呢。那我现在的想法要个祭日拿的，从今父子相称，离开时候。真用阿懂的，实战实事讲来讲去呢，就是要拿个祭日要拿他。那么真用想，哎呀，当然了，搿浪向嘛3、5万，祭日不要包了啦。这年头我中国节子呢，鸡鸭嘛已经出卖的，打个卖。所以现在个祭日包了，俺要长了浪嘛种得不开心，提拔起来父母做得些，说个为啥呢？老实讲，跟内心经，谁要想做当官，我官做的当嘛还包谁呀？真正晓得了一直这个芝麻老头官嘛，你既然见不到你到哪拿去包谁呢？对，搿种人在法律上顶顶要紧，总官保护无罪，所以真用也蛮聪明的，得罪来，总体对的。哎呀，是，哎呀，对夫人，从今往后，继儿虽是我们的儿子，来上来祭礼。是，在荣幸的上来接应上，这位母亲在上，孩儿亲。这个杜夫人是更高得意。二夫人三太太心里三满意，对了，男人看看了，男人啊，你做马是你做得去。少天得是手浪了说，你刚是张夫人的面来上地不顺，当时张夫人的面嘛上头把个记事，但是挨得张夫人不了让怎么弄个记事拿的，你一叫那个下去的不仅不知啥个名堂了害了。夫人不过想想，现在是一人人做一个娘，就好得意。没考的，但是一没请的是有名当子。我老儿子打正经，老实说，现在个记事没了。那么还有许许多多官长当班头，我儿子出去接礼听不你要门干。兵部公子人品773，肚皮里拿。只要肚皮里一眼少少，因为我个牙经这第一日做，儿子该比啥个花头我一点点分晓得。我那里真感谢我路浪一路到北京，路浪要几乎日子，随了路浪下，我在地书，我在搭台，我在抓鸡，谁晓得儿子经济生活当中，李下头写得出那肚皮里该比啥？对。也没成一对注定，是，令我父子到得剧场之中，觉得羡慕得很。再来，令我下一步将计离开去喽。着急，怎么真用阿伟呢？做诗人呀，做诗人是来是讲。欢喜做围棋的，象棋是真正叫弄弄不想的。那么现在听见你了讲，当然做一步棋，搞义气，那么这一点我少个饭说到哪来说呢？那个种精神呀，你说等好的，外头丈夫还没老得，
啊，对的啦。这相机嘛，孩儿下不来的啊！哎呀，你没听这你对在你子口口别面孔没白没聪明，嘿嘿，这头上长这个相机也抓不来，那么还为的相机抓不来，还有了做心里是危机精明，今朝我偏要带你来副相机试试看，但是我我不来，你不为你当我讲，我来告你好的。哎呀，不为嘛，为父来受教育你。嘿嘿，这种在你妈妈我也个奴了，可没哈，可没来个什么奴，你别来什么这说什么？刚正要想是我来说，旁边的三位夫人一看嘛，受了老师上个名堂，你多么要你子抓抓鸡，那么你们在那周边看抓鸡，为是抽高下来一直抓，犯不着。三位夫人呢，隔壁一张说的来相公啊，那么你多抓鸡吧，你呢在内机场里下去正等严章，因为里向有副山里啊要正等一样，那么让三位夫人为乌队财务之人在内机场里下去，真用呢身体受病，或者来娘讲你来吧，实在不能够当然是福建南坡叫知名了靠近。是啊，来呀，儿子，进一步，想子，快这水丢到里下去，拿几次一步拿出来，哈，几人收拾，38人我们捞得来，卡夫几步吃高，上2只8个几步，杀上8个几次。飞菜，各种飞菜的旗子的落的呐，一碗天使，拿抓旗子做了碗里，但是连个碗是别落，各种旗子要好到这个3人以上，而且基本呢，忙成袋子拉放，父子面对面守好了，来拉是。天哪！真的天哪！两高的16只红，16只蓝，叫你子两高的面对面，一面来浪抓，一面来浪扣，上面假如是扣男女子抓起到底呢？整个不为我还好一抓一抓个高呢，终于一直呢是我女子在我眼中么是经济说应该在高高呢。来是天哪！天哪！真用母亲下将棋，红来吉儿分东。你没钱这个一次第一张一次当背包呀，伪装大概10了，所以没钱跳马快事。曾用是一将红马票，没钱来跑旁边，曾用是手将红举起一步，没钱是吃举做炮花生恩地，上天这个是
出举左炮华身边，这规矩了，叫明举恶魔推切炮，你个啥左炮声音唔得，还说娘内分听见嘛，我这炮好打特里噻。那么真用俺看见你，哎呀，着急呀，俺为什么看见的了？哎呦，对你妈妈个几人接着对接的，那么用不着个暗测测，真用哪？他是以他比举邓子中，母亲是想就听这比讲起，实在真用，可是真正这个鼻子眼睛和当然说得了，马马虎虎朗说说，李母亲已经追得了没吃那个菜。妹妹家追了追，追到后来，嘿嘿，真用家越追越黑，姨母亲的越追越不灵的。真用是下季抓抓不虚实，他是有时生美并出奇。他想当头，要一来气立刻也明白。啊，弟弟，你输得了啊！哎呀，你这个炮从哪里来的呀？咦，这炮没问那个施工来的，这个也收的呀。真用是不是没了这个？说起正大光明，烧上火来的，大家给他几次那分口听上的，那么那弄法子呢？记得了然后，都是来的这个读书人，谁知不上，妹妹叫让移过来嘛，我这怕移得了然后啊，对对，那是那边来的，不当心移过来，就说谁知不一道。因为搿只棋盘啦，杨枝白肉挖个，棋子呢比那个飞菜还是挖个，挖胖挖。真用这锤子不不当心了，高头的棋子一打门，就说盲针子下头扑了头走去，啊叫，真用也好。实上好个飞菜的棋子，却得赛特之家，其实真用啊多点。什么这个？各种棋子叫后日的了，在姑娘三个铜鼓上一照，那就是得了平基杯浪向不为赛。那么我搞这种古书叫科举，下头才是铺了了红泥的砖木个。现在讲起来，在姑娘太子上铺好了，进步的下来，搿真用不显，马起这个这样。扑了头走起嘛，一接，哎呀，搿到下头嘛，快点让下去，饿起来吧。实在搿种才棋子的事体啦，就旁边的当场童儿娘里多去塞，真用呢自高又下去，一只手遇到下头嘛，拿搿只棋子打塞起来，不晓得搿只棋子么塞起来的。手指玻璃介绍有样么是砰得出出来的，那么哪会得出来呢？因为两边这个手指骨动，手指骨了就是呆呆，手指骨上呢稍微冷融一点点，里向好放么子的。那么搿种雨水去塞，这风水呢，手拿手指骨呢稍微拎起一点点，再过拿着呆呆顶得拎一拎，哈，那么里向么子也挖出来的了，真有也不晓得，当然。自讲么是那个，在手指玻璃一样么是破，这指出来么就一点点分晓得。往针子棋盘上一放，弟弟，那从那边来？对，哦，实在了，
真用哪吒棋子，洗不了牙口口。那你非要当我个抓棋子是硬是失功嘞？我前头的一步来耍大哥，我后来们哪法子个打？晓得头上呀，你太老实，你在嘴里刚好的，你用不上去这个呀，是吧？不晓得你得他呀么子，还是妖魔真光，一门称眼睛一大，而且里可里扎棋子走去，而且可里了写起来，那么你两张眼睛至于了。不晓得你谁知锅里呀么子得出来，你没吃哪口气了？你棋子的写字起来，谁知锅里呀么子得来了，都是要分享的。一门称的口，啥么子？要进二我去么七个的要睡，喏个呀么子写起来，啥么子？嘿，真用个呀么子？你真着漏了几人门里，都是要讲不晓得。啥么子？一张鸟个优雅，这张优雅，一共一对，优雅优雅，一张叫优，一张叫雅，而且几人晓得个对优雅。当日皇帝亲自不在别宗之真邪，因为真邪了，只有一张，唯有一张皇帝亲自不念诵，这是念诵有一张，真邪也是一张，念诵一张是雅，真邪一张是有。不晓得有一年，念诵打真邪分别今日有高，有辰光要好，念诵做商业的真邪去发水，光来。这是真的数字比老当一个数字，谁是个啥有？这是你送数字上下当一啥样？这是不让你送科技，对真是讲，哦哟，是真这样子。那个张有是指望他是那张样对，大家说笑话，是这个吧？哎呀，那个张有。你得来这是女婿吧？真是带你口口连口香我早有，那么真是呀，外里一句还是笑。说不要在我托子美人来，做美人来，索性来这样搞不知你吧？实在没说，你也要想人工一代，你也想人工一代，都是一个也不肯，叫一个也不肯，你送。心里一想，哪个上门啊？不看蛮好，倒是有些一点。真些是富贵，出兵要当将领，一仗大胜仗为君不知。皇帝晓得真些得啥子功劳，今天要封官，是我非我要求升家，我与这个一样门，要想兵人工一代。什么？我有啥有？像兵人工一代在配啥样？皇帝是我只要有，我总归娘来成功一代是有的。那少人的，那某某人的，皇帝呀，那么真正叫大老虎，历来要那还是呢，也不来鼓领导，他过来谁知当然我女送叫出来，是我上次亲自不来一啥样，来真正还不让。可皇帝让第二个那个但是不知不人的门为他太久去，那么你说皇帝呀，你啥我讲，只好与弟弟还不来，不晓得还是不来，皇帝啊，你隔着一年在亲事呀，非要当时你送个媒去亲事，做不出啥，真相跟真爱情真热闹，这咱们是亲事不来，所以真心的人工一代啊，你送了一张本。一没曾晓得个桩事体，现在哪吒水里一口的是一张有，这个是真心的门。三笔总之真心我历来成功于一代，还一代是一代，一张是真用打出来，一张不珍贵。这个弟兄俩高头13了50，将来弟兄见面就叫有样
上对，现在科技赐福了，一枚称，我呀，想着啥？花钱来杭州，我几年子张勇哪来？是哪里做进来？因为你这面孔像真用了做进来。我当时就想说，要么的一个生活，还不门门清爽，都用在分对啊。现在科技是啥有样啥客气，那门门清爽，啥个样么子是理的，马上去报警，我最最好杀听。我打到北京去为了的，不然既然晓得你市场要外，我人家的要采访。所以一枚称上面孔来人，再子的女子，哎呀，弟，你口中抛下什么东西呀？一分问，可真用他是一分晓得的。母语什么？当真母语，公主母语，是。好，让你看，此福恐是你的。真用带出身的一毛，哎呦，是讲的，这个哪我都不晓得呢，有样哇。那么真用啊，来这想想看呀，这个么是把人应该神人做来无大吉，真用忘记的。你这想说这个宝贝是你真高的，分享说几人啊认得的，究竟答应啥？此乃是孩儿的呀，是你的，是你带来的，真是呀，呸！我道是谁？出来是三臂宗之珍惜之子，小我奴才，智力还小奴才，啪！身体立起来，